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澳門六合彩第2025339期攪珠續播。今晚係我一部為大家展示本期嘅現場攪珠，大家可以見到一號六合彩攪珠機入面有1至49個彩色號碼球，已經有限制上咗自由順序擺好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即將開始澳門六合彩第2025339期嘅現場攪珠。第一個攪順利嘅號碼係47號。第二個號碼係2號。第三個號碼係37號。第四個號碼係14號。第5個號碼係1號。第6個號碼係4號。最後一個特別號碼係29號。好啦，本期嘅澳門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，我再為大家重複一次開獎嘅號碼分別係47號、2號、37號、14號、1號、4號，特別號碼係29號。如果大家想查詢澳門六合彩中獎結果，歡迎瀏覽我哋嘅官方網頁。本期嘅澳門六合彩就此結束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